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又吃到亚一部的天时，浅浅的有一些咧寒冷的感觉的么？因为啊，亚下已经是秋天了，故说爱提醒大家，秋天到咧，爱多做家的衫裤哦。韩国啊，秋天到咧，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用白讲喏。就是讲啊，阿 Q 们爱就会特别想吃东西，虽然吼爱唔管乜嘅时间都当想爱吃东西啊，不过秋天啊就会给人一种开始变寒呢，想要吃较多啲嘅东西嘅感觉。不过今日节目当中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秋天做的什么嘅韩国系啲也美丽又出产的一种果子哦。今日吼我邀请到也来宾，佢系对也美丽公馆来嘅佢老乌卡地度传统嘅农产品加工变做也新潮的甜点，来同大家来分享，细细嘅来分享佢，分享林生群分享。大家好，我是苗栗公馆本市咖啡林胜兴。好，分享胜兴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来分享哦。刚刚一开始有同大家来讲到，这种果子啊，其实就是吃对不对？对，柿子嘛，因为其实大家对于呀吃的印象，可能一开始想到台湾那一片有出产东东吃的，可能会想到新竹鸦片有出产吃的，但是其实苗栗头白没出产东东吃的，对不对？其实苗栗吃的算党胎种，也是算东东，已经算很大种。然后呢，再来现在是嘉义。其实嘉义跟公馆这两个产地比较多。有比新竹还要多吗？其实比新竹多。哇，古时候你看头摆可能抢有糖果新竹油也吃不过其实也哈苗栗油啊，爱苗栗人一切都伫苗栗油，韩国撒下来嘉义咩开始油对，古时候也按多蔬菜都有出产也吃诶，也秋天就会吃诶太脆嘅时节。古时候今日节目当中，唔係单枪同大家来分享吃饼也了，而同大家来分享吃饼变做嘅甜点。其实很特别，而且今天带来的东西，阿 Q 我感就知道非常的有特色咯。以黑文太敢看一下，外面是吃饼，韩国第一度黑有包东西嘅。对，这个是原味的，这个原味的里面是包什么？香草的卡士达酱。香草的卡士达酱。对。哇，古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讲，老呀卡士达酱不用都要吃饼底度？因为我们本市咖啡，本身我们是柿子香作为延伸，然后才开本市咖啡，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就是说不是像传统一样的方式，然后呢让年轻人也喜欢它这样，所以才会想说用卡士达酱，但是又是用西式的方式去处理它。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就像我讲，我还没有拎人嘛，你头摆。去到公共嘅印象，就会可能啲芦笋、太芦笋烘有懂到甜味，有懂到甜味，那我就会把一盒嘅吃的啊，吃饼也得，你就会吃到吃的可能就是吃一下下就是觉得像是果干这样，吃起就够味嘅种感觉。不过今日应该吃到呀，完全有一种某 Q 用嘅，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就是很像是那种果干加入鲜奶油加入卡士达酱，给低度一老给用夹起来，而且其实柿子啊吃饼给经过呀扁扁嘅感觉，吃起来有一点泥泥的感觉。对，口感。因为我们用卡士达酱的原因，是因为它冰的时候它会像冰淇淋，可是它如果又在退冰之后呢，它的层次感、味道又会更很滑顺对，而且再加上我以前没有这么认真去品尝过，把柿饼当成是一个很珍贵甜点的那种感觉去品尝。故说亚黑奶替一般安用给吃饼给甜点，而且我觉得有一种焦糖的味道。我刚刚吃原味的，有一种焦糖的味道在里面。对。这个是卡士达酱调味的，还是说是因为跟吃饼了 get happy 了这样散神安用给米头？应该是跟柿饼结合起来，会有这种口感出来这样子。原来是安呢，古时候除了有亚很特别的卡士达 Q 米，这只是原味而已哦。韩国撒下了还有那个一种 Q 米，没有呀，公共嘅 T 色係乜嘅？烏嘅，泰雅迪其实苗栗公馆没出山东的烏誒，然后把烏跟吃饼给合作用哈，我也没有试过，这个也是你们自己想到的。
因为我们是希望做产地到餐桌，然后结合在地的特色 T set。古早讲的公馆有的是全台湾产量最大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一直希望是要产品化，就是必须把公馆的芋头跟融入在产品里面，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公馆芋头是这么的香甜，而且好好吃哦。跟不味啊，我觉得你有特别老那个芋头的东西，让它甜味不要那么高。对，有调整过，有调整过。因为现在的人吃饼它甜，不喜欢吃甜的。对，但是柿饼它有它本身果干的甜味，对，然后再加上芋泥卡士达酱。那不单兄都公要 kill me 可能很难融合起来，但是也是意外的搭，因为芋泥也是有这种泥泥的口感，然后再加上这个丝饼，它其实是软软的，它不像是大家想说柿饼柿干可能会很硬，但其实它也是软软扭扭的那口感。故说夹起来真紧，非常的合冬，吊搭非常的好吃。如果除了亚油公干的特色以外，基本上还有那个一红 kill me。色彩讲吼，这个圣心这样真的不行。你竟然没有带这个口味来到现场，这个口味也非常有特色。同泰高乐也是有给一下。就是我们公馆在地红枣做的啊，这就真的是苗栗公馆唯一出产呢。应该说红枣的唯一产地就是苗栗公馆了。对。然后没有带来是因为真的卖掉，卖掉嘞，因为特殊分养呢。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出一些限量的口味出来，对，然后呢如果经过市场消费者喜欢，才会变成常态性商品。对，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红枣口味，因为其实红枣其实起来有一些，比如讲它的皮呀，它会有一点口感，但是跟这个泥泥的口感，他们可以搭配得起来吗？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试着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了，就是吃起来会很顺口，不会让人家觉得可能有点带点涩涩的啊，还是什么有那种。一开始你要到底吃那么时间，也有遇到了一些困难，对不对？比例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比较难困难的，对。不过因为经过冲刺过后，它就推出了用当 TPA 给口味很特殊的口味了。而且其实像这样子的东西，应该说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吧。其实很多年轻人好吃饼，对，因为就觉得它很传统，然后包装就是透明的那个塑胶盒这样子导电。如果它有就吃到那好像是一个很 local 的东西。对，因为柿饼就是中高年龄层在买。虽然说我们也是觉得好吃，但是就会跟一般 Hino Boy 大家想要团购买的什么完美甜点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我们就是希望年轻人也会喜欢吃这个。对。古时候就像也有pan法啦，老鸭吃饼变都酱，韩国都香颜色，韩国有真金东好吃。除了鸭因还有另外一种甜点哦，它叫做是柿饼跟核桃乳酪结合在一起，刚刚黑色卡士达酱，这个是核桃乳酪。对。这个是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想到的商品？大概半年以上啊，也是想了半年这么久的时间。但是我们很喜欢这一支核桃。怎么说？这一支产品，因为其实是我自己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喜欢才可以跟大家介绍说为什么我喜欢这样子的口味，因为我们不想说像传统就是说包麻糬还是红豆馅这样子，所以因为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刻板印象觉得有点太甜了，所以我们才用这个方式，用西式的方式加上核桃乳酪去做调理。好好吃哦！刚刚说不会太甜，这个还有一些的含甜的感觉。对。然后再加上核桃坚果的香气在里面。对。跟前面我们吃到泥泥的口感又不一样哦，这个有增添一点颗粒的感觉。对，而且其实像按用这东西，除了你气嘎斯东风片，这个也很适合，就是买在伴手礼拿去送给朋友，对不对？韩国也得很有得奖哦。对，我们是拿到108年今年的百大伴手礼。哇，都冇简单。故说其实像按用这东西，就会爱牢记好想法，因为吃表演的东西都好想人嘅肉是底度就吃到也黑。它老实它传统的东西，经过按用的变化，
按用个创意进行碰撞，去想出一些给吃饼哈好的出路。故说还有喊卡到吃饼的故事，我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权妹。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吃饼。呀，吃饼啊，是唔係大家印象当中嗰種一盒一盒買按用嘅吃餅嘅哦。呀，它竟然有無 Q 用嘅用嘅，還個有含較高級，有那種夢幻甜點嘅感覺，同大家來見面。加上阿權妹竟然有7個誒這個黏蜜嘅卡士達醬的版本，還有風味卡士達醬嘅版本，還有一類某色到嘅紅棗的版本，然後韓國有一類是核桃乳酪的版本，呀的東西對於後生人來講，真係係當好來開始來認識啦，來好好了解品嘗一下呀吃餅嘅部分。不過其實大家知吼，吃餅其實有分當多種類，像家下愛食到嘅嗰條吃餅，全部就係空種吃嚟做嘅，係哪一種吃嚟做嘅？迄人講嘅叫牛心吃。牛心吃，古時候講到呀牛心吃啊，今日節目當中嘅廣式農民樂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牛心吃嘅特色了。對呀，果子鮮果開始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誒。哦，好，那個公館的牛心士啊，苗栗公館的牛心士，它的特色就是說，它的籽，幾乎是沒有籽的。哦，因為有的吃誒，其實有像是食到假設軟柿子好，軟柿子有時候也是要會有一顆一顆硬硬的啊，有的是還沒有成型的那個硬，對，有時候做得咬下去，做得吞下去，對，所以牛心吃夾個硬，胎體就會想到按用，是軟軟的。對，哦，然後呢，但是南部有些的是它的籽是硬的，但是它看起來會比較大顆。哦，古時候也係苗栗體系跟牛心吃的特色，對，就會夾個硬做得食唔會硬。對，然後因為有些老人家，他以為柿子是沒有籽的，但是其實柿子的籽是很硬的，對，所以他們一咬下去，很容易牙齒就會斷開啦，嗰個牛心吃夾個特色就係夾個硬做得咬，唔過呀鮮果當到吃嘅係愛經過殺青啊，有的係唔是殺青不用軟的就做得食，呀牛心吃係做得出夾食的冇？牛心吃做唔得車架柿，因為它是屬於澀的柿子，它不像甜柿這樣子，所以呢，它必須要經過，譬如說拋到水底度啊，跟那個空氣做阻隔之後，3-4天之後，它糖化作用，單寧的糖化作用之後，它就會轉變成甜的，它才變水柿。市面上水果行買的那種水柿，對，其實都是用牛心士做。哦，都是牛心士做的，原來係按呢。不過佢做得做吃餅啊，沒有按到這種吃誒，等下妹會同大家來紹介，比如說像筆吃啊、韓國沙吃啊，這麼多不同品種的吃誒。你知道牛心吃做出來嘅吃餅嘅味道有乜嘅冇共用？其實牛心士的做出來的柿餅，其實就介於我們另外做的2種品種的中間那個口感。哦，對。比如說，怎麼樣叫做中間的口感呢？譬如說它是甜又不會太甜，然後呢，果實又很飽滿，有肉，又飽滿哦，然後又有大顆，是不是也是因為它果實很飽滿？故說你選用甜點，因為你愛寄東西咯，對，你才選牛心士，才選牛心士。然後第二個是它的量比較多，哦，故說台灣的量，牛心士這個量比較多，對。如果我們用像安尼沙吃的安尼跳細粒，沙吃誒，所以沙吃誒，你做出來嘅吃餅，它其實是比較小的。它比較小，看起來比較小，當然也是有大顆的啦，但是其實時柿一般來偏都是比較小顆，對，然後時柿的口感是比較 Q，對，然後呢筆柿就是比較甜，
笔试比较甜。但是其实这3种的其实差异化都很小。没关系，呀，它就来一般是3种本太加看，先来是一开始嘅牛心吃嘅吃饼，因为刚刚吃到嘅就是有其他有其他装饰的啦，有加了其他的卡士达酱什么的。呀，它吃夹色来吃牛心吃嘅吃饼，好吃，香香甜甜的，然后皮有一些的脆脆的感觉。对，好，我先以这个牛心士来当做基准，然后再来吃其他的笔试，来看看那像是甜度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笔试真的比较甜，它的甜度明显增加。对。古手韩国牙低度啊，我甚至觉得它里面的肉质好像也更软了一些，然后香气也不同。香气不一样，呀就会很明显的甜蜜显出来。接下来最后一个石柿念起来同牛心士差不多，软硬度差不多。这个也很甜呢。对，石柿也很甜，所以其实牛心吃，对比来讲拿来做甜点，因为它的甜度没有这么高，对，所以它最适合拿来做甜点。对。然后其他两种吃酱生就懂好食嘞。跟你去干呢？你去干胆枪生，你青蒿生那一种？青蒿生必吃，专门该青蒿生必吃呢。因为佢拿蛋的时候哈，比较不容易粘手，我觉得方便性有一个比较高。detail 都得对，粘蛋。用数粘蛋、粘蛋按用。不过其实像按豆这种品种给吃诶，没有你全部都有嘿。冇。一般来讲，沙吃诶，我们是跟大兰、卓兰那边去买回来，契作买回来去生产的。然后呢，笔试的话，一般就是说东市啊、新社那边，都是产笔试，对，我们就是从那边买回来啊，去加工。对。哦，古时候也下就要爱来像盛行同大家来分享呀，吃饼嘅加工嘅过程，因为大家伫都新做嘅片做吃饼，因为有9风。古时候其实他们是用日照加风吹的方式，唔过啲没有你做饭冇共用。一般人都没有的，因为风模型做按巧。它那个酒酱风没有形成，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用机器化去生产。但是机器化生产的好处是因为它的品质是一致、很稳定的。如果我们今天是用日晒的话，譬如说日照面跟没有照到的地方，它就会有色差。就是色差还会有色差。对，所以我们在做。因为我们算做大宗的话，如果我们要接企业单还是做什么，必须像 Costco 啊还是什么的，我们必须要做很一致的商品。所以我们苗栗就是用机器去做，机器去用干燥、热风、冷风都有。对，低温跟高温都有，然后再经过3次的碾压。为什么要碾呐？因为5年级的时候，金阳下去5年级的时候，它的水分散发出来会比较快。如果你完全不动它，完全风干，它是很慢的。然后呢，碾机就像跟它马杀鸡一样，它的肉质会比较好吃，这样口感会比较好，这样哦，古时候你像可能水果应该是不要去捏它才对，摸像之后吃饼很会去碾一啊，对。古时候而且还要反复，对不对？对，反复。烘干再捏，烘干再捏，捏完再烘干，烘干又再捏，然后最后整形，最后一次又再捏一次。哇，对。古时候其实没某按过吼。其实手工很繁杂，对，因为这是传统手艺，真的手工真的是很繁杂，这样子。古时候也是没有你做吃饼的方式，真里面同新种冇共用。古时候迄个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老也按好食嘅吃饼买做不卡，应该要用的保存剂，要用的当做的食到佢清好食嘅米头。其实就是用冷冻储存，应该要冷冻。对，我们不要用冷藏，因为冷藏有湿度。你放了1个礼拜之后，或者10天之后，它可能就会长毛发霉，就是长菇味，那个就坏掉了。可是如果你用冷冻储存的话，低温这样子放到冷冻库里面，它
它不会坏，它会慢慢越来越干。哦，等它越来越干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长视霜，像这上面这样一点点的，就是开始长视霜这样子。古时候其实买这个应该爱不用冷冻，包好就留去不用冷冻。佢爱设计时间爱推变冇？其实看各家柿饼的含水量的程度。哦，同水分有关系。公馆柿子香做的天数大概是7天到9天，看颗粒的大小。所以我们的产品只要从含水量很低，我们只要从冷冻库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咬了。哦，因为它已经水分它晒。对。可是如果水分多的话，比如说有些做了5天6天出来，它含水量太高，你放到冷冻库出来它是硬的。像冰块一样哦，按用就可能会推变一下这样子。对，这个就不是我们想要的品质。哦，不过其实吼，像呀柿饼啊、冰久以后啊，可能会有一点糊糊嘅现象，也上来係做得成，也係做唔得成。休息一下，等下做了再同大家分享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柿餅。呀，柿餅啊，剛下盛行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吼，愛冰做得冰到呀冷凍庫，唔好冰到冷藏。唔過冰到冷凍庫，我就有冰過啊，便便啊，嘅色就見轉見糊，見轉見糊，也係做得成，也係做唔得成啦。其實是做得成，沒講做不得成。哦。其實這柿子的特性就是這樣子，就像蘋果一樣，它會氧化。哦。它接觸到空氣，它會氧化，所以它會越來越轉黑。故說變糊黑做得嘞是正常的現象。不過佢曬下來變糊以後，就會生啪啪嘅東西出來，跟眼看到就會有一些些嘅癢嘅啊。喺冷凍庫拿出來，低溫之下，你散出來係刺爽。柿霜，柿霜就是高級的中藥那個柿霜嗎？它剛開始它會結成顆粒，像顆粒這樣子。哦，就像cây片，哦，那個是嗎？哦，外表的，外表有一粒一粒的啪啪嘅點誒，那個是先結成顆粒的柿霜，對，然後最後它就會變到像按用吃乾，對，吃乾按誒。但是要斬到這麼多，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哦，沒不用冷凍就做的。大概1年半2年才有辦法。啊，按用吃餅很做的是嘿。會比較乾，其實可以吃，其實還是可以吃的，本來就可以吃，但是可能你要很多保存的條件，比如說你可能要密封好啊，不可以讓它冷凍的密封好，冷凍就可以了。對，密封也是一定要的，不然你會可能有其他味道會跑進去，就唔好食嘞。故說像按用幾件上誒吃鬆餅，咩係做得食嘞，而且會比較乾啊，會比較乾，像比較稍微硬的果乾這樣。唔過糖講。雅個店妹杜烘啊，有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東西，叫做柿霜咖啡。嘿，對，柿霜咖啡真的跟柿霜有關係嗎？跟柿霜有關係，因為我們會把柿霜採集下來。然後呢，柿霜咖啡就是說，在拿鐵的奶泡上面，我們會鋪一層，撒一層那個柿霜粉。對，哇，對。老咖啡真係要做得同呀吃鬆結合做胸下，好特別哦。所以其實你看，就一個吃餅，一個吃誒，做得可以發出很多無窮嘅商品。唔單像做得吃夾食，還做拿來做甜點啊，做咖啡啊，晒下了還有沙拉，我同大家來分享。呀，吃餅可以做得拿來入菜的。對。一般我們是做涼拌沙拉這樣子，對，因為它跟凱撒醬很濃，就是很搭味這樣子，它這個味道很搭，有味，對，因為也是鹹鹹甜甜的感覺，對，然後那個柿餅又做得撈那個醬的鹹味中和掉，對，因為它泥泥的口感，一般我們在沙拉底路吃到的泥可能就是馬鈴薯泥，對，但如果大家吃到柿餅就會覺得好特別哦。對，某些個按用嘅米西，而且還特別把柿餅剪得小小塊。對，因為就會可以融合。對，看個人喜好啦。如果他喜歡剪大片一點，也是可以。
按用嘟嘟后不用都做低度色态。不过像按用个吃饼啊，也还讲吃松饼，也是可以拿来做其他料理的，也可以入菜的。有哪一些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说，比如说吃像松饼柿干，柿干它可以炖鸡汤，柿干鸡汤。一般我们就，像可能半斤就一只鸡炖一只鸡这样子，然后呢可以准备一些姜啊、枸杞啊，跟公馆红枣啊、红枣干啊，公馆的东西，对，揉让它一起炖了以后，剩最后煮滚之后。炖了大概最后剩你要可以起锅的时候再丢柿干进去。清明沾个丢落去。对。哦。你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我想说，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比如说像红枣想要入味，还会捞起健口，一开始就捞起丢落去。因为柿干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涩柿，它有单宁。它单宁是因为糖化作用被糖包覆着了以后，我们吃的柿饼才不会觉得有涩味。可是它一加热之后，它上面的单宁上面的糖溶解掉之后，它的单宁会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煮了汤之后呢，这个柿干是涩的，它是不能吃。不好吃。这很重要哎。对。骨头煮够同以后给吃饼就可以不要吃了，我们把营养跟味道煮出来就好哎。是喝它的汤。所以我们比较习惯是最后面的时候再来放，不要说一开始就让它一直煮，因为煮到后面去的时候，这个汤会越来越涩。原来是这样。古时候呀，大家要注意哦，要写笔记写起来。还讲呀，吃饼啊，也还讲吃个拿来补充的时节，清明沾个饼，有一点调味的感觉就好了。对。念了迄按呢，古时候做的煮鸡汤以外，还有那个一类，迄今年这样推出嘞。新的甜点，而且很多可能懂得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就冇听过，俺们唔知给他翻用来讲啊，但是给翻译都达克瓦兹，达克瓦兹里面没黑加诶吃饼都底度，对，同大家分享一下。它比较像是有点类似像法国的甜点，马卡龙这样子，对，然后呢，它吃起来就是加上它达克瓦兹的酱跟柿饼融合在一起，就是也是很搭。但是我们是属于算实验性质的阶段，然后呢，如果我们觉得可以的时候，我们才会让它可能变限量商品，或者是说做常态性的商品这样子。因为其实达克瓦兹黑嘞动物做的东西。很复杂，然后很吃手工这样子。大家可能想说，最奢华的高档甜点可能就是马卡龙，对，但它等级其实跟马卡龙差不多，但是很好吃啊，没错，又比马卡龙比起来没有这么甜，对，而且里面是有一些冲奶油的馅料在里面，然后再搭配了吃饼，哇，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商品，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盛兴你去嘎可以有个品牌，其实你要不卡笨蛋就是做吃饼干，对。不过哈还你去嘎有一点算是分支出来开了一个本市自己的品牌，对。从他讲分享一下你去嘎的理念因为其实我们是做传统产业，对。然后传统产业像我们柿子是中高年龄层在买，年轻人比较少吃，所以呢我才分支出来做本市咖啡，有点类似像母公司跟子公司的概念。然后呢，加上说你又可以不用跟被第一代所拘束着。然后呢，我们第二代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商业模式。对。因为其实很多青年返乡会碰到第一代跟第二代的经营理念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分开来。分开，故事你自己出来。对，然后我们去把说传统没办法补足的地方，我们去把它补足，然后加上说开创新的产品，让年轻人进来，不会说柿子只是中高年龄层在吃，然后呢，让年轻人进来的时候把这个断层去把它补起来，然后加上说，把它的特色啊那些显现在产品上面，西式产品或者是创新产品上面，让大家更可以融入，就是说原来柿子可以做这么多的变化，这也是我们本市咖啡没错的任务。然后呢，产地照餐桌，然后呢，结合在地产业，
对对对对。而且像你们的 logo 也很可爱。其实我的 logo， 因为有时候人家觉得那个饰品好像从日本来的哦，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我就叫我的设计师朋友说，你帮我做成像日本的家徽一样，然后但是要像伞夫后面有。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说，未来也是我们柿子香或者是本市咖啡我们家的家徽这样子，然后加上它是一个几何图形，未来如果可以。可能我们制作衣服啊，或者是首饰啊，还是什么比较结合时尚感的东西的时候，比较好变化。其实也就是后生人转都不看，倾向会老传统产业来做一些的改变呢。对对对。像这样子，其实也是最困难的事，虽然都是大家想要做的事，但也是最困难的。嘿，对，但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个是你自己的座右铭。对。想为同台搞的分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对对对，只要。有点类似像吸引力法则这样子，你只要你一直去想，你就会想去动嘛。对，去动了以后，你才听得到声音这样子，才看得到东西这样子。你去搞做诺夫卡差不多6年呢，还有一些时间，请你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未来的规划还有什么？希望哦，我们是比较希望就是说到时候我们可以品牌知名度打出来之后，就是可以到。因为其实现在全联也是有卖我们家的饰品，全台湾全联或者新关3月搜狗都有。只是我们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到海外去，可能我可以跳港澳，然后到日本，到欧美。欧美以后如果真的要回到中国大陆，再到中国大陆，我们是希望做这个。因为我是想要到跟时尚去做结合，所以我也想到纽约，也想到米兰去。还有很多伟大的梦想，他刚做的看到吼，还有3年中诺夫卡有懂到理想，有懂到梦想而已做，鼓手大家会多多支持哦。没什么善心跟大家分享，谢谢。什么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